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彰化市透早4點外發生嚴重的車禍，有一個30歲男子可能是駛傷緊咯，先弄到64歲騎機車的男騎士，然後佫弄到24歲駛轎車的女駕駛，男騎士甲女駕駛攏當場死亡。啊，女駕駛當時是載着拄啊結婚無偌久的翁婿，翁婿是輕傷。啊，這個肇事的駕駛是做水電的，過去有食安非他命的記錄。這個弄死人是不是甲食毒有關聯？警方當咧釐清。監視器翕到一台轎車駛正緊，先弄到共向烏多擺，隨去弄到中央分隔島出煙了，佫彈去到橋面的所在，甲塗骹愈甲出火星，弄到另外一台車才停落來。車禍發生在彰化市中華西路甲曉陽路口，透早4點外，30歲姓郭的肇事駕駛，敢若是駛傷過緊，先入了轎卡，弄到共向烏多擺了，佫弄到分隔島，再來佫弄到對向一台白色轎車，再佫去弄到路頂，因路頂有小可撞到肇事車，才敢若無用安尼衝落去轎卡，尾手佫彈到另外一邊變過山燒農的所在，總共造成2人死亡、2人輕傷的不幸的意外。現場汽機車零件落甲滿世界，2台白車攏總害了了，佔2線車道，烏多擺嘛弄甲變歹體啊！被弄的64歲查甫的騎士，甲另外一個被弄的24歲女性的騎士，當場就無開啊！警消人員趕緊將人送去病院，驗過這2人因為傷勢相重，經過搶救嘛是無效。其他監視器嘛有記錄，肇事駕駛佇發生車禍前，佇頭前路段駛正緊的畫面。做到這安哦，做刑這個不嚴，做歹勢，對家屬做歹勢。肇事駕駛的老爸向被害死者會師的強調講，因後生無啉酒，驗過承認講，因後生捌食過毒品。自小客車碰撞，造成重機車及對向自小客車駕駛，經送醫急救後不治死亡。30歲姓郭的肇事駕駛目前佇病院裡治療，警方初步調查，伊涉嫌食安非他命毒駕，並且佇時速限速60公里的所在駛遮緊，造成2人死亡，會進一步調查甲移送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